你可曾感受過心底深處那份難以言喻的渴望？一種超越語言、超越血緣的深刻連結，仿佛命中注定，等待着與你的靈魂相遇。你可能以為呢啲只係巧合，但背後可能隱藏住一個神聖嘅安排。聖經撒母耳記上第18章第1節，清晰咁話俾我哋知，約拿單嘅心與大衛嘅心心相契合。呢種契合唔單止係普通嘅友誼，更係靈性上嘅共鳴，係神親手為佢哋預備嘅一份愛。佢哋嘅連結成為咗後世數千年來深厚友誼同忠誠嘅典範。神為你預備嘅唔會係普通嘅同伴，而係能夠與你靈魂深處相連嘅知己。佢哋會喺你生命中出現，喺你最需要嘅時候扶持你，同你分享最深層嘅喜悅，分擔所有憂愁。呢份神聖嘅愛會令你感受到被理解同被接納，一同喺信仰中成長，因為呢份連結係神聖而永恆嘅。